女人只要喝下汤药就会特别犯困，并且一天不是在睡觉就是准备去睡觉。你也觉出不对了是吗？就连奴婢都感觉这异常行为肯定有问题。随即，甄嬛请来太医对身体进行检查，没想到经过一番针灸治疗后，居然发现银针瞬间变色，这分明是有人在药汤里做了手脚。但由于分量少的原因，并不会直接中毒，而只会在前期产生奥密克戎反应，直到8896天毒性散发，就会神志失常变成精神病患者。此话一出，让甄嬛一脸的问号，因为药材和药方都是太医经手，还有煎药的整个过程也在眼前，那么最后只有一种可能，碎玉轩出了内奸。接着，太医便故意的大声说道：“甄嬛只要吃上几颗头孢即可。”然后心腹亲自把煎好的药端来，然而他只是喝下一小口，就发现味道还是一模一样。在你们几个人眼皮子底下把药下进去，还不被人发现，而且中间并没有人接近药罐，这件事情必有古怪。当甄嬛拿过盖子仔细的检查后，果然和药罐的颜色有着明显不同。不会是这个药罐盖子放在下了药的水里面熬煮久了，药罐的盖子吸了水进了药，所以颜色变深了。一旦煮沸了滚起来，便会碰到这个药盖子，免得药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混入了小煮的药里。这些东西平日里都谁收着的？是由新来的宫女花穗保管着。有了明确的方向，嫌疑人也终于水落石出。经过甄嬛一番爱的教育，嫌疑人立刻向组织交代了事实。原来于答应被皇上打入冷宫后，宫女被内务府以劳务派遣的方式将她重新分配到碎玉轩工作。后来于答应拿她的初恋做要挟，逼她下毒害死甄嬛，只因宫女和侍卫在皇宫恋爱是大罪，而甄嬛没想到他们还是团伙作案。于是甄嬛派人假扮宫女，和另一个法外狂徒接头。果然一只手从墙外伸了进来，原来抓到的又是熟人。他以前是碎玉轩的管事公公，可甄嬛当时不受宠，他就办理了辞职，又带着简历转投到华妃的门下。很快扛不住压力的他供出了于答应，但甄嬛却认为皇上会念及旧情，这反而让他犹豫不决。于是奴婢劝他将于答应在梅园冒充的事告诉皇上。嬛嬛曾在除夕夜祈福，逆风如解意，容易莫摧残。原来是你！传旨下去，本宫于是欺君罔上，毒害嫔妃，此自尽。其实他们不知道真正的推手却是华妃，奈何她的哥哥年羹尧权倾朝野，而他们不过是充当了华妃的炮灰。虽然上路的工具已经准备完毕，但于答应还留恋尘世的繁华，竟妄想去收买管事公果。不过安小主的出现让他彻底绝望。皇上是赐他自尽，可这疯妇拿了药酒，吸了白绫，真是无计可施。皇上既是赐他自尽，他死了，谁会追究他是自尽还是别的？比如说，明白。不再恭送小主。公公觉得此言有理，随即就安排于答应坐上去往地府的航班。也不知安小主何时变得如此狠辣，或许残酷的后宫让他猛然醒悟，又或者是自卑到极致就会触底反弹。总之，一个黑化的安陵容让人可怕，而他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讨好甄嬛，毕竟他自己无权无势，那么攀附才是他唯一的出路。可正当他想来邀功的时候，却听到了沈眉庄和甄嬛的悄悄话。却去冷宫让人活活勒死于氏，这举止完全不像她平日柔柔弱弱的样子。甄嬛总感觉此事有诸多疑点，因为于答应早被打入冷宫，她并没有充分的作案时间。为了查出背后的始作俑者，甄嬛就策划了一场闹鬼的恶作剧。